好，除了这公投以外，8月23嘛是第2波的罢免投票。来看国民党立委林书明的罢免案说明会，这领含人谢长廷，伊是强调讲8月23就是真正的战场，呼吁民众就要用手认的选票来作战。也那林书明伊本人是无出现，干那讲伊咧无用公务。8月3罢免国民党立委林书明面临罢免挑战，验过说明会进前，抱团宣布出反应。出头人谢长廷嘛无确定敢是出席，验过则是犹原无有景出现，强调8月3这是这期真正的战场。批评林书明配合党意，煽动无算，固定交通违规欠税，判下假评回应。尽全力抹黑罢团，血口喷人，公然造谣罢团联署造假，刻了600多个印章。在您神态自若瞎编这些抹煞志工努力的谣言。只不过说明会变作是谢长廷一个人来讲，林书明无出席，表示分袂开心，优先到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修助所得税法的修正，也反击抓头人甲罢团闹袂合，凸显罢免无正当性。考量的是我们的民生的一个议题，包含我们关税的议题，包含我们救灾的议题。我想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啦。这些罢免的议题，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随他们起舞了。7日6罢免拖烧到8月3罢免，朝野对立加重。卫福部政务处长林正基顶日出现挺罢免干反行，因为政务官的身份引起争议。民众党总调黄国昌点名前立委苏治芬，但伫跳伞会董事长煞伫上班时间导致大罢免，这期行政无中立。他的身份是不宜。哇，这么模糊哦，用不宜哦。是不宜还是不应该？不宜不应该拢相共啦。政务官这个行政中立的这个部分因为法治的部分现在一直还没有办法通过嘛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两位目前有没有进度？我觉得真的需要更多的一个讨论。8月3有核删公投甲7位南会罢免案登场，中选会对宣传事项做出提醒。千万不要在这个公投的宣传当中去夹带这个有关选举罢免的事项的一个宣传。另外，罗总统讲，行政安全袂当用公投决定。李进勇表示，是依法办理立法院交付的公投案，只会将选务办好，其他的无评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